继续来看嘉义新港有一个细汉的查甫人，昨那是亲像是食酒骑车，要载9岁到4岁后生去上课，中途煞是弄到电火挑出去，3个人拢总受伤。警方是依照公共危险罪甲上班。好，来不怕不怕。 无人坐起哩救护车的查某囡仔，也搁淡薄仔惊吓。救护人员按打伊的情绪，事故现场3个人受伤，分别是细汉的查甫人甲一个9岁、一个4岁后生。原来查甫人食酒骑车，载后生90公里远的国校读册，那出失控弄到路边的电火条，乌多摆变去了后，搁互后边的车弄到。患者1大2小孩，共计3人，皆为意识清楚、肢体轻微擦伤，包扎止血后送长庚医院。 治疗3个人意识清楚，送去当地中间病院治疗，加在拢无性命的危险。不过警方事后注册，发现细汉的查甫人注册达超标。陈男疑因自撞路旁电线杆后冲出车道，遭后方渣男所驾驶的自小客车追撞。警方表示，白仔囝3人拢有伫安全无。经过确认，后边的车敢若弄到乌多摆，无弄到白仔囝3人。双方的肇事责任也该等后续判定。不过查甫人食酒骑车已经违法，会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